来今仔日是300妇女节，毛讲是女王节，或者是女神节。根据着上新的统计，顶端信用卡消费族群，女性是超过一半，而且这个消费金额是超过男性。也就是讲，即摆经济独立的女性消费能力拢真强。看准这个点，有真侪业者拢推出着妇女节大优待。 毋是每一个查某囡仔拢是芭比，毋过袂少查某囡仔买起来是无人通比。根据调查，顶站的信用卡消费族群，查某囡仔占一半较低，平均的金额是6487块，比男性搁较悬800块。无想要为爱操烦，因为爱家己上袂还。饭店的业者嘛，甲查某人的心掠了准。规张好好无错，你只要穿粉红色的衫，也是装塔来平常时的中昼顿buffet翕相打卡。为3月初8开始食到3月底，拢会使参加抽奖。手气若好，第2个人38块，也是300折，也是派对折，拢总有奖。主要是现在刚好推出草莓季，那也是女生最受欢迎的菜色。然后我们就搭正这个妇女节的议题，所以推出这个粉红色以及这个3月份的活动。 地路拢是草莓，粉红色的马卡凤、草莓水果塔等等，甚至有港式的料理餐厅有草莓酱的虾仔球，还佫有台湾味的火锅。为3月初1到3月底，2人以上做伙来食，只要有一位是女性，拢总拍800折。 还有烧肉的餐厅推出的海陆套餐，希望让查某囡仔生了水、活了水。3月13正前的原价43，即马优待38，有3层肉包、托马豆、红虾，也佫有蚵仔。有真侪餐厅饭店的优待，毋是干那今仔日，一直到3月14的白色情人节到月底拢有。让查某囡仔爱家己，毋是干那2、3天，愿意疼惜家己，就是无敌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